塘、南昌同埋美孚3個站，大約100部嘅轉線閘機。有乘客就認為咧有助舒緩車站喺繁忙時間嘅擠迫情況。劉希業講下。凌晨開始，港鐵職員將九龍塘站北面大堂嘅13部轉線閘機拆除，並且逐一搬走。以後市民轉線只需要行黃色通道，無需拍卡。搭轉線閘機後嘅第一個朝早，九龍塘站秩序大致良好。視覺上係寬敞好多，寬敞到咪可能人流唔使去左逼右逼咯，係嘛？人多啲咯，人多行都唔係話咁左碰到人咧。冇阻礙吧？都冇問題嘅，冇問題嘅。會唔會驚出錯閘啊？唔會嘅啦。九龍塘站南面大堂仍然未拆轉線閘機，港鐵話要一步一步嚟，預計到11月中就會拆晒九龍塘、南昌、美孚3個車站，大約100部轉線閘機。拆咗轉線閘機究竟會點樣用啦？港鐵就話如果現有用緊嘅閘機有損壞嘅話，就可以用嚟替換啦。亞洲電視記者劉曉儀報道。